你部蘋果手機是不是一日要充好幾次電？電池唔耐用，掉電快，呢條片就啱晒你。今日全程記錄 iPhone 14 Pro Max 更換電池，帶你睇維修最緊要嘅幾個細節。首先，擰低底部螺絲，拆低機身蓋板，斷開排線，將屏幕拆落嚟，用小鏟慢慢剝離舊電池。呢一步真係幾解壓。拆完要將底部殘膠徹底清理乾淨，接住拿出我們準備好的新電池，背面自帶背膠貼實就得。屏幕邊嘅殘膠都要清理埋，避免翹邊。扣返屏幕排線，放回蓋板，擰緊螺絲。記得保持內部無塵。最後擰返底部螺絲。鏡頭處灰塵好多，順手清理一下。用酒精棉布擦淨整部機，就完成啦。